Hello， 大家好，我是高本，又到福气来的时间咯。唔知大家有去故事老了讲无呢？故事啊，好山好水，有几多好嘅农产品哦。也有一个品牌，竟然用故事采天农产品推出几多好嘅产品，到底係乜嘅品牌呢？聽講啊，竟然裏邊有幾多嘅故事哦。今日就特別邀請采天嘅好朋友邱雄姐來同我哋好好講故事哦。馬上來歡迎佢吧，歡迎邱雄姐。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故事嘅邱雄。哇，歡迎邱雄姐來到我哋節目。邱雄姐，頭頭安尼講啊，我有小姐講故事嘅好山好水嘅地方，啊，本地係故事人嘛，還係講唔係會不會辦依幾片嘢咧？我唔係故事人，我對於我哋家庭加入故事。哇，邱雄姐，安尼係對海順家啲善變現呢？係啊。安尼邱雄姐，到故事以之後啊，頭頭我有講嘛，叫幾多好山好水好嘅農產品，啊，做乜嘅會想講推出一個太普良做一個品牌，一個品牌嘅產生啊，一個過程，可以同人講一下冇？好啊。我們從最早93年，響應政府的政策。社區總體營造，接下來我們又做了一鄉一特色，再到我們現在所謂的地產地銷，最主要的目的，我們是要解決我們農產品的產銷問題，以解決農產品產銷問題為出發，然後再來呢，這個解決這個出發就要靠我們客家傳統的一個飲食文化的特色來做解決。那我們都知道客家人最擅長就是釀造，那早期的客家人因為貧窮，所以他必須有保存食物的方式，就把所有它的生產，然後所有的農產品，用各種各樣子的方式，或釀造，或醃，或製，去把它變成一個農產的一個食物，然後可以長時間的保存它的風味。嗰所講也係用人哋老祖先流傳下來嘅智慧來做嘅呢。啊，不過人嘅時節啊，喺自家一個人嚟做，還係有相同嘅社企啊，或組織一個團隊開始嚟做一個品牌啊。我們剛才有提到，他從93年響應一開始的社區總體營造，我們就組織了一支隊伍，叫青春不老隊。這個青春不老隊就是社區裡面的老人家的組成。那我們最主要目的是透過老人家的手藝，希望能達到傳承這件事情。按嚟佢講，人團隊裏邊也條總批係人團隊嘅成員，還係講人有特別去請一條總批啊，去問佢人講調擺一種釀造啦，也係講保存嘅方式，人有先去做調查，怎嚟做啊？有，最早我們在做社區總體營造的時候，我們必須下鄉去做田調。那所以呢，我們就開始去調查，發現到在農村社區裡面，還保有很多很豐富的釀造文化。我一開始就談紅了一種田調嘅過程，一定幾好搞係咪？係一個地方有人哋唔啲嘅辛苦嘅部分。好高的事情居多啦，因為最早就是我嫁到高速去的時候，我發現每一個人到冬天啊，每一戶每一人家都在做酸菜，或者是瓶子菜，或者是醃鳳梨豆醬，這些事情在釀造在那邊是發展得很好。那我覺得最主要是好吃，因為我從嘉東嫁到高速去的時候，我發現我們每一餐都離不開這些醃製的食品，譬如說，我哋講客家鹹炊，我哋講鳳梨醬，我哋講挑夫魚，也得產品真的好吃。但是在早期呢，就是因為鹹，所以我們在這個過程裡面，我們就開始要行銷到市場的時候，遭遇到很多的一個挑戰。這種挑戰就是現代人不吃鹹，可是用傳統方式它很鹹，或者是傳統的方式它很甜。那我們就要改變，然後就去研究它到底這個過程要怎麼去改變，變成社會大眾消費者所能接受的口味。嗰種唔能用辦去嘗試講去調整，係同老人家講，本來見人用辦做之後，人一類一類來吃嘢嘛，係講有同學校嘅合作呢？因為一開始吼，我哋愈着急，
组织了，在93年，我们组织了一个社区型的合作社，叫大埔农产品生产合作社。我们用社区型的合作社开始让社区的人参与，然后让大家去把他们各家的东西全部摆出来，然后告诉他们这个东西未来可以卖钱。对。佫说讲，大家都通懂能安尼做，今日都支持嘛。因为俺印象地度吼，讲唔错嘅地方也像就像这种嘅指头也好，因为俺有经历过一个沙堤扬州一部分的时团啊，有时间俺哋自家下去做调查，也讲听到要行嘅时间，有一种批啊，像唔讲嘅，今日会亲热心讲，俺哋以前喺两办做，叫我同俺哋讲，有一种批会讲，唔muốn按度做嘛嘅咯，虽然讲可以卖钱，又唔係本来做又嘛嘅，今日會。保持一個懷疑嘅態度，比較保守啦。我哋合作都安尼，有個個保守啲，唔能會遇到安尼情形嘛？我哋冇遇到安尼事情。大部分嘅客，也容易講，其實因哋願意配合。因哋願意配合，但是他們不懂，因為上輩中批嘅人留下來嘅東西，因如安尼做，他們沒有任何的數據，所以我們根本查不到。他們怎麼去做這個東西，我們就沒有那一些數據的根源，我們就沒辦法去做改變。對。安尼種條都唔要講啊，人不時會試到一個鹹脆有冇？其實名係很多鹹脆，但係人印象地度啊，像有嘅鹹脆，人哋即南部嘅人是多嘅啦，唔會鬼鹹嘅啊。但係講見人講係酸菜、酸菜，其實嘅鹹脆同酸菜見人嘅差別，人哋有去做過比較嗎？係有。俺客家人講鹹脆，那老輩人講酸菜，外省人啊或市場，其實他們講的是酸菜。俺哋客種嘅鹹脆吼，唔會鹹，唔會酸。老輩酸菜，不會鹹，唔會酸。光是這個酸菜就有很大的特殊的不一樣。那我們去推敲它的真正的道理在於我們的製作過程。我們客家人呢，它是一個芥菜，然後用一點點鹽巴。我們曾經在社區總體營造那個時候，我們做了一個動作，我們把社區的老人家全部聚集起來，然後找了5、6個號稱就是比較年長的長輩，然後我們就分給他。1人100斤的芥菜，然後總共有5組人馬，然後100斤的芥菜分5組，一樣5包的鹽巴分5個人，然後就讓他們開始用他們的方式，不給他任何的思維，讓他們用習慣的方式手法去做。那第1輪呢，T 版呢他把那個酸菜做好了，就是鹹菜揉完了，菜揉完了，我們把它收集起來，又把那一個鹽巴又收回來。在第2輪呢，一樣讓5個老人家有各100斤的芥菜原料，然後再給他們各1包鹽巴，這樣子輪迴持續了3次。我們這3次呢，在大家所有長輩的面前呢，把他們所做的東西跟剩下的鹽巴得到了一個很驚人的結果。那個結果就是100斤，他所用的鹽巴極少。那這個過程就把鹽巴都拿去稱，我們得到一個就是100斤的芥菜換算成10斤的芥菜，你能想到他所需要用到的多少鹽嗎？幾多嘛？還係幾少？說出了大家會嚇一跳。其實它10斤只用到2兩鹽，等於是我們在換算克度的話，它只需要70克。它只用到70克的鹽巴，可以做出10斤芥菜所產生的一個我們所謂客家鹹脆。那但是在製作過程呢，它揉完的時候，我們又必須在發酵過程必須讓它水分降低，因為我們得到一個結論，就是鹽巴它其實是一個軟化跟脫水的概念。但是當它都揉完的時候，我們有一個很重要的動作，就是必須把它所有做好的菜又放到桶子裡面去做發酵。那這個桶子裡面又不能加任何的水，我們必須透過石頭再去把那個水壓掉，必須讓它降低到它的原來的水降低到成50%。那些50%流出來的水是我們不要的，那些就是我們揉進去的70克的鹽巴。
所以到最后我们是逼出它十字花科里面氯化钠的那个部分，让它产生自我发酵。这个就是我们客家含吹最精华的地方。对。如果讲有个意思，就是说人讲的是太阳饼底不会抹跟热条，没有太阳的观念係一样。客家鹹吹雖然講佢係鹹，但係佢底部冇乜嘅鹽。係冇鹽。從嘛佢按到鹹吹啲，老祖先在上物嘅吼。對，英國講吼，因講嘅鹹吹，我們講的就是煙。它是煙的概念，並不是鹹的概念。它是講蘆葦紅色。以做出了一鍋請也粉飾做一個呈現的方式而已。所以我們在最早我們用社區型成立一個合作社，但是到了109年，我們覺得我們一定要走出去對外行銷，所以我們又建立了一個所謂大埔農業生技公司。那我們把合作社這一塊就是買進來的農產品制作出半成品，再透過這個生技公司再去包裝設計，變成一個商品，就是大家現在可以看到的一個美美的商品，然後去行銷到市場去，然後讓真正客家的產品提升到市場的商品。嗰時候講唔能做出來嘅東西，唔單止有老祖先嘅智慧，甚至於講唔能有對一個菜體產業嘅一個期待同希望喺地邊嘅。觀眾朋友，就像這安尼小嘅，大家對果蔬一個品牌係沒有失敗了解呢？唔過啊，今日還做幾多嘅事情，還有幾多嘅故事，人哋4比3繼續嚟同大家分享哦。上一段就從這同人哋小嘅，今日兩辦為到去推廣一個沙棘嘅產業，吼，作為幾多嘅調查門嘅幾多年開始推出一個品牌，一個品牌地位都在生產嘅哪啲好嘅產品呢？繼續嚟同大家小結一下吧。從這今日你看到啊，帶來按多嘅目標樣嘅東西，人哋可以一項一項來講嘛，攏係菜地沙棘嘅產業做嘛。好做。係啊，頭頭講嘅，又看得出來、認得出來都有嘅。鹹菜做嘛，你唔能做個調查做出來嘅。有啲鹹菜嘅，頭頭講嘅汽水芥菜，也係菜地生產的嘛。係錯，最主要我們合作社或者是生技公司，我們發展都是屬於高速既有的農產品，就是要讓它呈現在地的東西。那我們透過這樣子的酸菜的開始的延伸到福菜，我們都知道客家人最有名的福吹。福吹到底是福菜？還是它是有什麼樣的意義？其實最早不是福菜，它是只是一個諧音。我們說那個瓶子菜在製作過程，他們把那個菜裝進瓶子裡面，那他們必須去讓它發酵，但是發酵過程產生水，所以他們必須倒浮。倒浮的就是倒着呢。那在農村呢，他會準備大概燒柴火的時候會有那種木屑、木灰，然後木灰裡面它就會有吸水的功能，他們會倒在那邊，然後在發酵過程他們會讓更多的水拖出來，所以它是倒浮着。那倒浮着我們就叫做福菜，它是倒浮的浮。都破了。對，到我們在發展這一項產業的時候，我們必須給它一個美美的一個形象，所以我們就叫它取它的諧音叫做福菜。那這福菜又在這個東西製作過程大部分都是在冬天。那冬天做的時候，它必須沉浸1年，到1年的時候，時間到了，就是孩子過年回家的時候，家裡必備有的長年菜就是這道福菜。那我們也把這樣子的觀念福氣加進去，所以就會變成現在我們所謂的福菜。那福菜大家一定會想，那一罐福菜怎麼把它取出來？在我們行銷過程裡面，我們發生了很多好笑的地方。我們帶到台北去的時候，然後每次回來多少會被客訴。客訴的理由是什麼？他們通常說這個瓶子菜他們拿不出來。那他們最後呢，只能把瓶子打破。對，很多的都市人不會吃瓶子菜。
抓不出来的时候，他们会把它打破，因为它真的不容易拿出来。那在找呢农村的，俺们讲客家人，以为去拿个衣架子，我们晒衣服的衣架子，个勾勾把它拉长，或者用我们的脚踏车不是轮胎都会有不锈钢条，一支给铁条哈，去凹出来，然后去把菜拉出来。可是我总不能带着这样东西去行销，或者是告诉消费者教他们怎么做，他们没有办法去找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了一个方法，我们就去必须思考。教消费者怎么吃，要先怎么拿。那所以我们研发了这一支的钩子，然后让消费者能够拿，然后搭配整个长度、高度，再加上我们做了外观的设计、包装，然后让这个产品，或许这一支品质菜，你现在依然在农村跟那些老阿婆也能买，还买一斗，大概一瓶大不了50块而已。可是呢，我们用了这个不锈钢，再加上我们的标签啊，整体的设计，它就变成你一瓶必须超过200块，因为里面还有一份叫做设计感。就是讲根本你唔带过来也两罐，其实都一组诶。对，就是我们这样子卖，因为你卖2支，那我们就思维买2支送1支钩。那你外面也买不到这支钩，所以他必须跟我们买。对，而且买100，你大概可以用几久？可以用10年。係啊，那影響地都就用在頭都講嘅，有嘅講得出嘅時節啦。人哋以前韓式嘅時節，最後嘅都講，媽媽係啊阿婆見到嘅煮有嘅出嘅時節，人哋都自告奮勇講，硬要教，唔係教啦嗬，硬要聽數，用硬聽數，拿嘅唔係教嘅有嘅時節嗬，係冇教嘅有人哋拿嘅重重嘅做嘅呀，然後講快嘅嗬，偏偏個節啊教出來，有時節就像唔講嘅教。種嘅半天啊，都冇法度學種出來，時都半攤年三樣，我種一叫喏，唔過看見人種幾厲害呢，通進去動啊，一下都出來嘅，我真是幾厲害，人哋有嘅包裝係貼喺搶人去設計嘛，講有嘅包裝方，親像有人哋客家嘅剪紙啦，或剪紙也一種版印呀，種嘅設計感。對，我們在發展客家產業，必須用客家人的角度跟客家的文化去做融合，然後讓這項產品才會有故事性可以出去。所以我們透過這個東西，我們就發現，在發展的過程裡面，我們也發展了很多的東西，就一步一步發展，再去做，除了酸菜以外，我們還有蘿蔔乾嘛。那我們最重要的是，我曾經在一次偶然的機會，有一個社區的民眾。然後他痛風發作，然後就有一個老人家就從家裡就跑回去拿了一瓶黑黑的東西，就是醋。吃哦。對，就是檸檬醋，剛剛是吃嘛哈。然後他就用檸檬醋給他喝，然後喝了之後，原來我才知道，醋在農村醫藥不發達的地方。它是一種醫藥偏方，我們來講，它就變成醫藥偏方。可是，在現在人來講，它叫食療，所以挨家挨戶他們就會有檸檬醋。這個做出來。那又從做醋這個觀念呢，又讓我們想到說，高速地方有這麼多的農產品，我們又開始去研究，為什麼在高速這個地方有那麼多的農產品？嗰時候講唔能研究出來嘅結果，唔能真是將一個農產品轉化嚟變做某個新的產品呢？最主要目的是想要讓年輕人回鄉，或者是想要在地的農民有更多的一個思考。在這個產品裡面，我們要思考是如何讓農業在進步，如何在讓農業來解決社區居民的生活品質，跟維持社區經濟，才能夠去迎合政府所謂的一鄉一特色。到最後，我們是希望有更多的外地人能夠來探訪我們高速鄉。嗰時候講塑料有啲傳統嘅人哋傳統嘅講嘅菜啦、鹹菜之外，頭到人哋朝用啲唔少嘅唔能行貼喺做嘅果醋錯冇，印度嘅農產品。嗰時候講根本你帶過嚟，從有嘅後背一罐一罐全部都係果醋，都係吃嘛。
嘿，也有吃有好酥。哦，除了吃还有其他好酥、高酥的哦。吃同高酥给人的差别在哪呀？醋跟酵素的最大差别就是一个叫做我们一般的一个食品，就营养食品而已。但是醋呢，在我们的食品的规范里面，它变成是医药保健食品，所以我们把它印证回来。以前老祖先会把家里有任何状况去制作不同的醋，来作为他们要调养身体的一个状态。哦，按你来讲，根本你能做会吃，制作单位也有讲，有亲戚配的可以帮人试看那些啊。呀，量比给人的差别在哪？像那个果橙咩，给那种水果做的，李果哦，应该能爽快那些。哟，不过偏方了唔像李果哩，用个安尼。试看先。哦，怪鸟呢，制作单位冇本来咧西施迄哩，不过佢每像爱试过的脑杯，应该安尼讲，怪甜哩。它不会像外面的都是你喝下去甜，还有你感觉还甜，唔咩？是还一批到迄种水果的香味啊，吃唔出来迄李果迄味太香诶。你看呛呛的牙吞下去之后，口腔里面的味道，真是都会李果的香味诶哩。哟，真像等下还可以加水再试一摆，要个清好身呢。啊，除了要个李果呢，一般做要个吃酿造一嚿啊。我们最主要当初在做荔枝酵素，不是为了要做酵素，是因为农业这一项的农产品出了一个事件问题，让我们引发，这个事件来了，我们要再发展这样子相同性的一个副产品出来。那在这个我们发展这么多副产品的过程，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价值是，希望推广所有农产品，在地农产品有更多的食用价值。所以你现在喝到的那个酵素，荔枝酵素，其实在外面你喝不到，可是我们可以让它很神奇是。当你入口的时候，你感觉到浓浓的甜味香气。当你喝完的时候，其实你的全身它是很舒畅的。你头到安尼是还伫都爱都市地多的时候，是把温温安尼呢。呀，唔会像一般的人说酵素啦，也爱讲吃是还个比较刺激安尼的感觉，其实个酸呢都下去的，说都市里不会像温温安尼。因为讲吼，我们市面上的酵素醋啊，其实已经搞得我们现在所有的人已经傻分不清。什么是酵素，什么是醋？我们这样来讲好了。我们说醋就如同讲醋，大家可能不是很有概念。可是讲酒，大家一瓶好酒，它有它的价值。那老酒的概念就是让你整个精神放松。可是。一杯老醋酵素，它其实是可以让你全身是温润的，它是调理的，是一个从我们的精神健康面来谈，身体可以跟它产生一个互动。那酒就是一个放松，所以我们有一句话，从做了这样10几年下来，我们有一句经典名言：好酒不烈，好醋不酸。所以我们的概念就是一般消费者的概念就是你在超市卖场上的一瓶醋一喝即酸，但是你去看它的整瓶的成分里面有太多的复方跟水、麦芽糖。可是，在我们客家人传统的做法里面就扎实。该水果就是水果，不掺杂一滴点，只是给它一个时间。时间做出来的东西会让你觉得它就是一瓶极品的一个好处或酵素，等同的它的地位是跟好酒跟酒是有同样的价值地位。你条头暗号的也个唔爱吃迄酵素啦吼，这个是酵素。另外咧细成个浅的喏，也个迄嘛个。梦里吼。也个批风来都有批得出来嘅，因为梦里中的米是，也个同嘅呢个有毛中庸嘅哩，虽然讲喺梦里，但係佢喺酸，但係唔係酸到硬嘅木就安係一個感覺，也是一樣清酸嘅。佢所講也個夢里啦，從呢個技能可以落強下毛，做得，好做得，我用毛強嘅味道出來。
我清好吃，也是清好吃，因为它没有添加任何的复方，所以纯天然的东西跟天然东西加在一起只有加分。然后它可以调鸡尾酒，它有很多的做法。所以我们把我们的醋不单单只是能作为饮品，它其实还可以作为像。我们说鸡尾酒的调酒啦，还有我们的沙拉上面淋的那个酱料酒，对，那些酱料它可以做酱料，所以它其实是很多用途。我们是要希望把这个产业推荐给大家说，你买了一瓶酵素一瓶醋，不单单只是喝身体健康，其实你还可以喝到的一个叫做品味，食物的品味。观众朋友，听到安尼说下个告诉啊，然后认识今日的产品之后，才发现到讲，原来呢好的产品其实有更多发挥的空间呢。不过还有更多精彩的故事，休息一下，继续来同大家讲哦。各位好朋友，欢迎回到俺们福起来的节目里边。前面像这同俺们讲的几多特别的产品，像有个讲得出啦，也讲吃同告诉。不过啊，我看到今日还有带来新特别的东西，俺们好好来了解一下吧。像这后边俺们小个黑的前面两个俺认得出来，用俺们的黄梨酱啊，同个萝卜的，错嘛？错。还有个前面一包一包清香的饼诶，个什么个呀？那是果干。果干我们果干来源就是从最早，我们从酱菜、酸菜，然后一路走来，必须有进步，然后再持续更大。那这个要持续更大，是希望给这些农民或这些回乡的青农，或者是在地的青农，然后我们希望他们能够继续留乡。那我们必须把一个农业的农产品发挥到淋漓尽致。我就在想，以前我刚嫁过的时候，我会看到我婆婆会把蜜枣干去把它用煮了之后用太阳晒干之后给小孩子当零食吃。那我这个画面让我想到，那我们何不去把我们的果干、我们的水果再去做果干这件事情？那所以我们前面看到的，不管是芭乐就我们在地的农产品，芭乐、凤梨、芒果，然后把它变成一个果干，在他们能够去做这项手艺的时候，他们会发现，其实农产品的产销问题就解决了，因为12斤的水果才能产出1斤的果干，而大家在吃水果的时候，你很难得一个人能吃1颗水果，可是当1包果干的时候，你可能不知不觉可以吃1包2包，但是那1包2包，有可能你已经是吃掉了3颗水果、4颗水果。那每一个人都能够用这样子量在消化水果的时候，台湾的农业就得以疏解。原来其他嘅想法係安尼來嘅。不過像這唔能做一個果乾嘅時節啦，唔能係直接同佢行走了，也係講像有嘅味道愛本期有增加一些風味，會加上其他嘅東西呢？係錯。一般我們市售看到的這些果乾，其實我從標籤上我們都可以看得到，它有很多的複方。可是我們所產出的東西，我們是告訴我們的農民，告訴我們的青農，你不需要動腦筋去思考更多的複方進來，你只要用簡單的方式去做，那去了解作物的特性，每種作物它有不同的特性。譬如說我們做鳳梨，那鳳梨來講，它的甜度就已經17、8度，我們就不需要再給予它任何的甜，就我們就天然的去烘。芒果它也17、8度，那我們就要考量這個芒果的特性，我們怎麼去處理它，去烘到消費者所需要的程度，也不需要糖。那芭樂呢？因為芭樂它本身的特性是它可能會有，風乾之後它會有一個老化柴掉的現象，所以我們有把這個芭樂呢，又做了必須先做一些漂冰糖的概念，就是它用汆燙檳榔的這個冰糖的概念去
去让它吸收这个糖。糖里面它本身就有胶质，我们所谓的冰糖里面它有胶质，这胶质就能够凝聚果实的那个麸质进来，它就会产生一个 Q 软。所以我们去针对每一种的植物的特性去研究它，去给予不同的施作方式。所以我们在这个方式就可以把这个概念转化给农民，那农民他们也会去学，那政府呢，他也在这一方面，他也有给予很大的支持跟帮助。那把他们大概制作，你说做柠檬的，他肯做柠檬，我们就会给予他各项的观念。那我们做了那么多的加工产品，无非是希望把这些的所做的这些技术跟我们所研发出来的这个过程配方，我们是可以毫无保留的给所有想要学习的农民、在职的农民，或者是要返乡务农的农民。最大的目的，我们是希望这些青年回乡，他不仅是留乡，我们是希望他能够在这里永续经营，然后持续的传承。对。我就讲一路行過來，其實農民朋友對人已經幾熟悉嘅，見到有時間想到，我可以同人合作，有能力的時間都同人合作，行到更加大家漸漸的其實都已經走在一起，都懂啲農民都按嚟熟悉嘅啦，吼，唔是貼喺前期嘅，見人都嚟前嘅。錯，也哈罕地周围就还有一种叫做食农教育，就是我们必须要走到的，就是我们所谓的休闲观光。政府现在推一乡一特色，最终的目的是要把外界引领到这个社区、这个乡镇。那高树乡在土地的文献里面，伊摩土地啊，它没有这个土地的文化文字记载，它是最早的一个土石流造镇，所以他们会因地适种。那所以这也是造成了很多青农他要回乡来务农跟做农业这件事情一个很大的困扰，因为你要做农产品，你要量大，足以撼动这个市场。可是高树所有的农产品都不足以撼动市场，可是高树乡所有的农产品都很优质，包括我们的土地没有重金属危害，包括我们也鼓励农民，甚至陪着农民去做所谓的产销履历，因为这些农产加工品都必须在无农药的状态下才能制作出来。再加上现在这几年我们最常听到的新住民进来了，那这些新住民进来了，又带进他们国家的文化，所以我们也很惊喜的发现，原来从这些新住民身上又发展了所谓的黑柠檬，所谓的咸柠檬。那也针对这些柠檬，也做成了它可以变成是食物上的料理的东西。對。除了唔能聽數去做行時，頭頭長者有談到唔講，唔能有做一個神農教育，唔能做一個神農教育，唔能係用乜嘅方式嚟做一個教學啊？有規劃發通呢，還講其他的行程去推廣這個食農教育。我们有搭配学術界，然後最主要這個食農教育在我們去年呢，客委會也有大力的支持，所以我們也有在客家文化園區有開了，在去年我們總共開了26堂課，全部就發展我們的客家的飲食文化的這一塊，跟客家的釀造這一塊，我們從最簡單的飲食好了，畵板。我們也教授畵板，好，我們叫做酸菜，可是酸菜呢，我們高樹很多芋頭，我們就做了芋頭，把芋頭梗浪費在那邊，不是他每次採完芋頭很多芋頭梗，可是在我們印象中，裡面老人家曾經告訴我們芋頭酸，我不曉得主持人有沒有吃過芋頭酸？它其實不輸給我們的酸菜，它又是夏天的另外一種酸菜，因為客家人的芥菜啊、鹹炊啊，或者是高麗菜都在冬天製作，那夏天呢就是畵，就是我們說的芋頭。那芋頭梗呢，我們也把它拿來教學。然後接下來呢，我們的鳳梨呢一樣，它從鳳梨我們的食農教育裡面，又可以把鳳梨葉變成鳳梨皂子，就可以當子醬。然後我們又可以把鳳梨變成酵素，變成果乾，然後同時也變成了一個醬料，我們所謂的鳳梨豆醬。在這個鳳梨豆醬呢，下真是聞名海內外，從香港啊這些東南亞都非常喜歡我們這個鳳梨豆醬。那我們除了把這些產品做出來之後呢，除了做出來之後，農民畢竟不會行銷，大家會想到很重要的一件事，怎麼行銷？
那所以我们也很感谢，在这一块，其实在客委会做得很到地，他每一年去办很多场的所谓的展售，或譬如说我们的小河城或者义民野记，然后能够让我们南部客家的产品在台北的义民野记，在台北的那么大的市场，或者是像最近刚结束，我们有去到世贸，那世贸呢，我们最开心的是我们能够接收到外在的订单跟国外的订单，然后有了国外的订单，我想农民就会更有信心的去做农业这一块，然后我们可以帮他们取得大订单，让他们去制作，由我们公司又来接单，又跟农民合作。哦，观众朋友，认识一个好的品牌，真是像这今年做冇简单呢。你看对96年做到更加还可以支持到安呢。我所讲啊，大家有机会来到高速的时节，唔好喊安家个天天来聊聊，甚至于讲去前面下像这谈今年的故事，试一下好食的饮料，认识一下好的农产品哦。今日再一次感谢我们像这带来安精彩的故事，多谢呢。多谢主持人，多谢大家。欢迎大家有限的告诉了。好咯，出去聊聊之前，加听听先生来认同一下吧。希望我哋福建來嘅節目嘅朋友，記得點讚、聽客家電視台嘅頻道，順勢記得分享出去哦。